宝宝勾的好好，不然我靠，宝宝真厉害了。这宝宝法师下把可不可以玩摇？我喜欢摇摇。没事，我教你。我玩的真好啊，这不是很强吗？誰從屏幕裏看從前，而誰停下企我門前？有我。猶如是18歲的青年，很討厭。誰人願伴你到成年，停留塵俗世裏浮潛，橫難被伴你旅行，如途中一面。只可惜風景都錯過。差一點方可親吻我，喜歡這觸摸俘虜我，而你欠我。當天的街巷中碰過，吹起的煙圈中說破，心中這一位英俊少年的愛火，可燒傷我。重新出發嗎？